好来，乡亲啊，咱继续来到这个台南市，国民党的议员王家珍甲李中银，顶个月来举行着记者会，讲有假的这个三倍券。行政院长苏贞昌认为迄是假消息，要求检警都要来办。两个议员是来指控着民进党绿色恐怖。今仔日苏贞昌来回应讲，民意代表伫三倍券也未换领时阵，就先来释放着假消息，这是社会上该痛恨的代志，该因依上法办拄好尔。行政院长苏贞昌来到台南出席安平再生水厂动土的典礼，希望让南科水资源充足。朱揆的青睐，我们前面讲完话，后面剪掉剪紧，就来查办我们民意代表的。国民党台南市议员王家珍和李中银两个人违反社会法散布谣言，因伫顶个月指控市民顶悬已经有假的三倍券。苏贞昌回应讲，带头作乱，依上法办。说有人拿假的3倍券到银行兑领被拒绝，还被没收等等，显然当时就释放假讯息，公众人物更应以此为戒，不能带头作乱，所以移送法办刚好而已。还有媒体写讲苏贞昌足生气的，要求检警调查处理，讲伊态度真坏真霸道。中央地方合作，才能让台湾民主防疫被世界肯定，这绝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。苏贞昌讲各项政务拢是中央到地方通力合作，做这代志唔是伊一个人对当公准算。